I feel blessed. 我感到很幸運。我感到感到 means feel 很幸運。幸運 mean blessed。我覺得自己很幸運，或者我覺得自己好幸運。我覺得自己 mean myself。 sorry。 我覺得自己好幸運。我感到很幸運。我覺得自己好幸運。Why do you suddenly feel so? Why do you suddenly feel so? 你為何突然感到這樣？你為何 means why？ 為何突然 means suddenly。 突然 means suddenly。 感到這樣。感到 means feel， 這樣 means so。 你為何突然感到這樣？點解突然覺得咁樣嘅？點解？你突然覺得咁樣嘅？覺得 means feel。 覺得咁樣嘅？點解你突然覺得咁樣嘅？ Because I received a very special Christmas gift。 因為我收到一份很特別的聖誕禮物。因為 because 我收到一份很特別的，很特別 mean very special。很特
的。聖誕 means Christmas， 聖誕禮物 means gift。因為我收到一份很特別的聖誕禮物。因為我收咗一份好特別嘅聖誕禮物。因為我收咗一份好特別嘅聖誕禮物。因為我收咗一份好特別嘅聖誕禮物。Because I have my own time for my hobby。因為我有自己的時間。因為我有自己的，我有 means I have， 我有自己的 means my own， 自己的時間means time。 做自己有興趣的事。做 means do， 做自己有興趣 means hobby， 興趣的事。因為我有自己的時間做自己有興趣的事。因為我有時間做自己有興趣嘅事。因為我有時間做自己有興趣嘅事。做自己有興趣嘅事。因為我有時間做自己有興趣嘅事。I feel blessed， 我感到很幸運。Blessed 即係幸運啦。Feel 感到或者覺得，我感到很幸運。我覺得自己好幸運。Why do you suddenly feel so？ 你為何突然感到這樣
Suddenly 就係突然。Feel so 這樣啦，或者係咁樣啦。點解你突然覺得咁樣嘅？你為何突然感到這樣？Because I received a very special Christmas gift. Because 就係因為啦，因為我收到一份很特別的聖誕禮物。Special 特別 ，Christmas 聖誕 gift 禮物。因為我收咗一份好特別嘅聖誕禮物。Because I have my own time for my hobby. 因為我有自己的時間 ，my own 自己的時間係自己。因為我有自己的時間做自己有興趣的事，唔係即係自己 hobby， 即係有興趣啦，有興趣的事。因為我有時間做自己有興趣嘅事嘅。